頭先啱啱安裝完黑色嗰部車，咁而家就要安裝藍色呢部車啦。真係天有不測之風雲啊！其實喺呢個短暫嘅時間裏面咧已經又落咗好大陣雨，停咗半個鐘頭休息下，再開始啦。咁大家見到呢一個 mon 咧就係長 mon 嚟嘅，咁佢咧可以連接手機啦，咁就變咗我手機裏邊嘅 apps 佢都可以用到嘅，包括地圖啦、聽歌啦。佢嗰個錄影嘅角度咧就比較闊啲，同埋可以調整嘅，就咁喺個 mon 嗰度咧就可以調校到噶啦。首先佢要幫我裝咗前 mon 先。之後就再幫我安裝個後置嘅鏡頭，咁後置嗰度就會比較複雜啦，因為後邊咧車開門嗰個位咧就比較窄，咁所以咧佢要幫我喺嗰個車尾嗰個車牌上面嗰個粒位咧開個窿去轉翻出嚟，呢個真係專業啦。同埋咧，原來車 cam 都有分頭先嘅煙斗攞電啦，仲可以長短火攞電或者時火攞電嘅喎。最後我係決定咗咧用時火嘅，我只需要開車嘅時候就可以錄影，咁就已經足夠噶啦。咁如果你架車咧都想24小時錄嘅，熄咗車都可以錄製嘅，拍翻前面發生啲咩事啊，屋企附近嘅問題啊，咁就應該接駁長短火啦。不過如果大家想知得更加清楚同詳細咧，咁就可以留言啦。咁我就俾師傅嘅聯絡方式俾你。咁你自己可以問清楚。喺整嘅過程咧，當然同阿師傅傾下偈啦，問下佢平時喺香港做開啲咩嘅。原來喺香港咧都係幫客人咧改車嘅，汽車嗰啲 setting 啦，車廂裏邊需要加啲燈帶啦，換泵把啦，換呔鈴啦，呢啲都係佢經常做，亦都好專業。而幫人裝車 cam 咧，佢都係諗住做嘅啫。其實喺呢邊做呢啲安裝嘅工作咧，一啲都唔簡單，因為天氣真係好凍，加上頭先有落雪又落雨啦，氣溫係好凍，我企喺度都覺得好辛苦。咁師傅又要踎低啦，踎好耐，再將啲線咧慢慢整理。你見到啦，其實佢真係好俾心機咁將啲線咧藏晒喺啲唔見光嘅位置嘅。師傅喺呢邊咧，其實大部分嘅客人咧係本地嘅客嘅多，香港人就反而比較少。咁我就話咧，拍條短片睇下有冇啲人需要啦，因為